大家好，再嚟由我希同講一集 BNO 熱話先。點解佢哋去到英國仲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唔可以合群啲咩？係唔係有啲乜嘢難言之隱呢？好，喺開始前送個 like 俾我哋先，多謝晒。一班離開香港去到另一個地方重新開始嘅同路人，但偏偏呢個群體裏邊竟然爆發咗一場被形容為內戰嘅激烈衝突，真係聽到都心寒噶。近排大家可能都留意到社交媒體上面啲火藥味好濃，正所謂人在異地，他鄉遇故知，唔係應該守望相助嘅咩？咁究竟發生咩事呢？事緣英國內政部最近公布咗一份關於永居申請嘅諮詢文件，建議收緊 BNO 5+1簽證申請永居嘅門檻。雖然個5+1年期冇變，但係新加嘅兩大辣椒就好似兩座大山咁，壓喺唔少移英港人心頭。第一座山就係將英文能力要求由 B1 提升到 B2 水平。B1 大約係香港中學會考程度，主要應付日常生活溝通。但 B2 就唔同講法啦，相當於英國高考水平，要你能夠喺學術或者工作環境中流暢準確咁運用英文。聽講讀寫樣樣都要掂，對於好多喺香港生活咗幾十年，平時唔多用英文嘅中年人或者長者嚟講，呢個要求簡直係巨大挑戰。好多上一輩人可能只係讀到中3左右，好早就出嚟做嘢，做地盤、廚師、司機等等。要佢哋而家突然考一個接近高考程度嘅英文，真係難過登天啊！如果有興趣想知道嘅話，我哋之前都做咗一段片講有關 B2 考試嘅，有興趣都可以 click 翻右上角呢段去睇下。第二座山就係設立咗一個每年至少12,570英鎊，約128000港元嘅收入要求，仲要持續3至5年，而且要繳稅。呢個數字對於好多打算去英國退休、靠積蓄生活嘅長者，或者一啲收入唔穩定嘅基層家庭嚟講，都係唔細嘅壓力。兩大辣椒一出，搞到好多高危群組，特別係年紀大、英文唔好或者打算退休嘅人，好擔心自己會功敗垂成，攞唔到永居。正當呢班同路人最需要支持嘅時候，最令人痛心嘅事發生咗，有啲已經上咗岸或者自問條件優越嘅移民，唔單止冇半點同情，反而喺社交媒體上面大潑冷水，甚至落井下石。佢哋啲言論真係極之刻薄，話英國政府收緊政策係好事，可以過濾走一啲低質素嘅移民，又話呢啲廢路去到英國只會拖累社會。佢哋甚至將呢班同胞同以前香港人批評嘅內地新移民相提並論，用一啲好難聽嘅字眼，例如蟲，去形容佢哋。好多網民都批評呢啲行為係過橋抽板，簡直係人血饅頭。問佢哋點解要對自己人咁狠毒？呢一種內部撕裂同對立真係令好多人心寒。點解同一個群體去到一個新環境，唔係互助而係內訌呢？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想深入探討嘅重點。其實呢種攻擊行為背後隱藏住好複雜嘅心理因素。有分析指出，呢啲批評其實係出於一種精英主義同污名化移民嘅心態。佢哋急於向英國主流社會表忠，想證明自己係高質素移民，同佢哋口中嘅廢老蟲係唔同。佢哋透過踩低自己嘅同胞嚟凸顯自己嘅優越性同價值，希望可以更快融入英國社會，得到英國人認同。呢種心態其實同香港殖民地歷史遺留落嚟嘅內化種族主義有好大關係。喺殖民地時代，好多人不自覺咁內化咗殖民者嘅價值觀，認為西方文化就係高人一等。甚至有啲人去到英國之後，喺同香港人聚會時都堅持講英文，仿佛講廣東話係一件好失禮嘅事。呢一種自上而下嘅心態，就好似有啲人明明自己都係新移民，但就急不及待走上高地，去笑其他比自己弱勢嘅同胞。佢哋就好似小學嗰陣，見到同學冇做功課俾老師罰，就係咁指住人哋笑，目的係想話俾老師知，我係乖學生，我係成功者，我同佢哋呢啲失敗者係唔同噶，咁樣嚟鞏固自己嘅地位。但係呢種行為背後，其實仲有一種更深層次嘅恐懼同不安。好多移英港人，就算係所謂嘅中產，去到英國之後，都發現現實同理想有好大出入。佢哋可能要面對失業、收入大減、子女唔適應，甚至水電煤貴、出街食飯貴、治安差等等生活上嘅大問題。當你每日都為柴米油鹽煩惱，見到自己積蓄不斷減少，喺呢種巨大壓力之下，當你見到有另一班同你一樣背景嘅人，可能會因為政策而需要更多社會資源嘅時候，你好自然就會產生一種危機感。
你會擔心呢班人會唔會分薄咗你嘅資源，會唔會令英國政府對香港人印象變差，甚至進一步收緊政策。呢種恐懼就會驅使佢哋將矛頭指向嗰啲比自己更弱勢嘅同胞，將佢哋視為威脅，而唔係需要幫助嘅對象。呢一啲攻擊性言論其實只係佢哋自身焦慮同壓力嘅一種投射。喺心理學上面，佢哋需要透過貶低同開除呢一班同胞，去建構一個我者嘅身份。我係成功有貢獻嘅移民，而佢哋係失敗，應該被淘汰。透過呢種對立，佢哋就可以暫時緩解內心焦慮，鞏固自己脆弱嘅自尊。好多香港人去到外國都想盡快將自己身份認同由香港人轉變為成功融入嘅英國居民。佢哋攻擊同胞，其實係想向英國社會證明，我同佢哋唔一樣，我係你哋想要嘅那種優質移民。呢種心態雖然可悲，但喺移民社會上面其實並唔罕見。早期好多移民社群都出現過類似內部矛盾，仲有就係好驚自己要返嚟香港。應該咁講，佢唔係驚香港，係因為之前講到喺外國好好，如果最終都係要回流返去嘅話，情何以堪？有可能因為咁樣，所以用攻擊自己隊友去博取領隊嘅同情分，希望可以增加留低嘅機會。但係最諷刺嘅係，呢班攻擊者成日話人哋係呃福利，但大家要記得 BNO 簽證本身就有不得領取公共財政嘅限制，即係頭5年基本上唔可以申請大部分社會福利，所以呃福利呢個指控本身就係一個偽命題，只係一個用嚟攻擊同胞嘅藉口。佢哋真正擔心嘅係呢一班高危人士如果留喺英國，會唔會對成個香港人社群嘅聲譽造成負面影響，最終影響到自己利益。佢哋將自己利益放喺最前面，不惜一切代價，就算過橋抽板都覺得冇所謂。我哋唔係要為呢啲攻擊同胞嘅人開脫，因為用惡毒語言去攻擊處於困境嘅同胞，無論點講都係冷血無情。但我哋需要理解，佢哋嘅行為可能唔單止係單純嘅惡，而係由恐懼、焦慮同強烈不安全感所推動嘅。佢哋忘記咗 BNO 簽證本身係一個歷史遺留落嚟嘅政治問題，而唔係一個簡單嘅經濟移民計劃。呢個內戰其實只係冰山一角，反映出整個移英港人社群，甚至所有離開家鄉嘅香港人所面對嘅巨大挑戰。英國政府當初推 BNO 5+1，雖然表面上係出於歷史責任，但背後亦都有佢自己嘅政治同經濟考量。佢哋希望吸引有資金、有技術、有專業知識嘅香港人過去貢獻英國經濟，同時又擔心大量移民會對英國社會福利、醫療同教育系統造成壓力，所以佢哋喺政策上留有一手，設立 NRPF 限制，就係要確保呢班移民唔會成為英國政府負擔。而家收緊永居門檻，亦都係出於同樣嘅功利主義計算，想篩選出佢哋認為更有價值嘅移民。喺呢個大前提之下，有啲移民為咗迎合英國政府期望，而將自己變成一個功利主義者，用同樣標準去衡量自己同胞，雖然唔難理解，但真係好令人心痛。佢哋將精力放喺內鬥上面，而唔係團結起嚟，共同面對外部挑戰，例如英國社會本身存在嘅種族歧視、經濟衰退、就業困難等等。呢種內耗行為最終只會削弱成個香港人社群力量，令到大家處境變得更加艱難。或到我哋可以從另一角度睇呢件事，呢場內戰都可以係一個契機，令所有關心香港嘅人去反思，喺一個流散嘅時代，我哋應該點樣去定義香港人呢個身份，點樣去維繫彼此之間嘅聯繫，點樣去建立一個健康、包容、能夠互相扶持嘅社群。如果我哋唔去正視呢啲問題，咁香港人社群嘅未來就好可能會喺無休止嘅內鬥之中不斷被消耗，最終走向分崩離析。呢一種互相攻擊嘅行為，就好似一班人坐喺一艘搖搖晃晃嘅救生艇上面，嗰啲自以為強壯嘅人唔係去幫弱者，而係急住踩低其他人，證明自己有資格生存。佢哋覺得只要將其他人都踢落水，救生艇就會穩陣啲。但係佢哋忘記咗，大家當初上呢艘船係為咗共同理想，而唔係為咗一場殘酷嘅生存競爭。其實如果你用呢一種嘅想法，我相信去到世界嘅任何一個地方都唔會係真正備受歡迎嘅一群。你應該有自己嘅民族感同民族情懷，但係又會肯融入人哋嘅國家，包容你身邊嘅一啲弱者，盡量扶持佢哋。我相信咁樣先至會有未來。好，大家對今日嘅內容有咩睇法呢？可以留言俾我哋。
多謝收睇門口俱樂部，我係希彤，約定你下集見，拜拜。